大家好，我係黃德來添石。今次決定參選真係唔容易啊！面對一啲網絡嘅攻擊，我有時真係有啲唔開心啊！但好彩我身邊嘅屋企人、朋友，仲有好多市民同埋唔識嘅市民一直撐我、支持我、鼓勵我。呢份嘅支持真係好有價值。我最想多謝係我爸爸媽媽同埋我老婆嘅一直嘅支持。呢段時間我早出晚歸，我屋企人真係俾咗我好大嘅支持。我同我老婆講：你真係辛苦啦，做媽媽真係好偉大嘅職業，唔計付出，唔計人工，仲要做我最堅強嘅後盾。所以一定要錫老婆，錫老婆會發達噶。無論我幾夜收工，屋企永遠有杯溫水等住我。佢啱啱亦都為我生咗個好可愛嘅 BB， 我真係好感激佢。見住小朋友一日一日咁大，我心入面充滿着喜悅同埋無限嘅動力。好慶幸我自己有一個咁幸福美滿嘅家庭，所以我非常感謝我屋企人嘅支持，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去為社會做更多有意義嘅事，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。喺呢度我都想呼籲一下市民，面對逆境嗰陣時都要自強不息，面對惡意嘅攻擊、短暫嘅挫折都唔好氣餒。我除咗感謝我屋企人之外，仲要感謝好多鼓勵我身邊唔識嘅市民嘅支持，喺微信嘅影音號、影片留言撐我。你哋每一句嘅對我嘅支持係推動我繼續向前，令我好感動。你哋嘅支持係推動我向前嘅動力。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呢份嘅心意，以後要繼續落力去做實事，聽民意，將唔同階層嘅聲音帶俾政府，同大家一齊建設更美好嘅澳門。澳門人加油，一齊加油！记得点赞关注哦。